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斌。总算是休热了吼。不过咱讲今年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影响吼，大家是无法度出国去。颠倒是讲咱国内旅游大爆发的一冬啦吼。加上政府有推啥咧？有推这个3倍券哦。交通部这个7月初开始嘛，设这个安心旅游国内旅游这个补助吼，对离岛来讲呢，另外还有大步来补助啦吼。国内旅游，咱就请观众朋友对号调阵哦。这部电影先来邀请咱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台北城市科技大学观光事业系主任魏道准。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咱的旅行业的代表，咱的协理张君邦。主持人好，各位公共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咱邀请资深导游陈建钦。阿平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讲吼，即阵吼真时行吼，大家出去佚佗，因为这个疫情吼。算是伫台湾较好啊啦吼，所以即阵吼，真正大家会当佚佗的，就去佚佗，开车嘛好，即个坐船出去的嘛好，也是讲坐飞轮机出去也好啦吼。即阵嘛有咧讲啥？假影出国吼，啥物叫做假影出国？就是讲吼，无法度出国去，但是你去坐飞轮机去离岛算一下，有即个上山吼，再搁推啥啥？这个真正是假影出国啦吼，互你摕到这个 passport， 关一下行李箱，你就是这个飞轮机未坐去了，吼，你就是假出国这个佚佗啦吼。但是即阵可能嘛要假影出国，要互你伫环岛安尼踅一轮吼。但是即阵上时行也是伫离岛遮啦吼。其实阮嘛有整理到一个影片要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吼，就是讲国旅吼。今年大爆发，咱头都嘛讲到3倍券，还有交通部这个安心旅游这个方案吼，先带大家做伙来看。武汉新冠爆发了后，当严重的时阵，各种军事活动拢需要禁止，观光业受到真大的打击。加在台湾的疫情控制了袂歹，顶个月初开始大解封，政府甚至伫7月推出安心旅游，希望振兴国内的观光。哪像出国爱坐飞机的离岛旅游，就真受欢迎。连江关马祖就是一个真清的所在。解封进前是吼，阮公司算讲较大型的，阮都一个月可能剩2-3团尔。像伊这刚解封6月份呐，哈，6月份总共啦哈，全马祖的旅行社啊，大概这边啊有一个月有400团呐。目前7月份哈，听阮头家娘，录音下头家娘讲啊，7月份的团啊嘛是拢满啦，好，因为变讲足侪人想要来马祖佚佗。好，但是因为这马祖家哈，等于讲一个机位哈比较有限，好，所以讲很多人想来马祖，但是无机票，无机票，你除非讲你愿意坐船，但是坐船啊较辛苦啦，为家人干马祖家坐船来8点钟，全马祖的导游啦、司机啦哈都上去啊，都还不够用，所以说啊，必须从台湾这边哈找很多的司机。还有导游啊，来这边帮忙。台湾去马祖有2种方式，为台北也是台中坐50分的飞机去，无就是为家人坐差不多8点钟的船。马祖主要有南竿、北竿、东引、东莒甲西莒5个岛，面积差不多是30平方公里，甲台北市的内湖区差不多大。马祖的文化甲语言拢和台湾无啥相共，有足侪有意思的景点。固定会去安排吼，就是妈祖庙这个妈祖巨神像过来南竿家上名的就是北海坑道大汉据点就是讲来马祖就是遮佚佗啊看啥物件就是以早这是战地前线嘛战地前线就是让大家体验一下战地的文化。我们家本来就蛮喜欢出去旅游的，所以就是想说来马祖，因为这里也没有疫情，所以就可以来这里旅游。而且它真的有自己的文化，像他们讲的不是台语，是他们自己的福州话，真的会完全听不懂。对对对，我们以为是台语，但其实听不太懂。它那个是闽东话。对对对。交通部的安心旅游为7月初1到10月30日为止，若在国内有甲政府合作的饭店，拢会当补助1暗1千。
每人补助1摆。若是去离岛，阁会当加补助1摆。等于若是去离岛3天2暝，拢总会当补助2暝2000。7月15开始，阁有3倍的罐通用。足侪旅行业者嘛推出相关的优惠，民众会当把握机会出门，进行国内旅游，斗拼经济。记者施汉俊、林坤明综合报道。真正是吼，这个国内旅游爱，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吼，各位民众吼，斗拼一下经济啦吼。啊，这个3倍个，大家领袂吼？咱先请在座的有领袂？阿未咧？也袂。我绑数位，白素位的吼，啊，咱是，我领着。就是昨头一个吼，9点的时阵就领吼，啊，但是要用这个观光无？交互财政部长去处理。吼，交互财政部长啦吼。其实咱讲吼，有的人吼，这个有的这个旅行社，这个3倍券吼，已经吼有推出着济这个方案吼。你本地开这个1000块换这个3000块的这个3倍券，但是呢吼，别行程吼，互你变6000块的这个用途啦吼。亲像讲离岛吼，差不多嘛是6000块以上起跳啦吼。即阵来去做。1000外块，安尼这个3倍券都有伊的这个效用伫咧吼。不过咱的先请这个教授安怎来看讲吼？其实这个3倍券甲这个安心旅游啦吼，安尼来看，今年应该是讲哦，即阵会当甲拍好平啦。因为过去咱有一个数字讲吼，国内旅游是3年这个人数是落出来，啊过去吼，蔡政府起来拢咧塞补助啦吼，啊这个补助人数开成无甲这个收入吼，还是讲这个效益吼。画上这个顶号啦吼，你安怎看咧？较早是安尼啊吼，较有钱的人吼，是吼，经济力较好的人吼，一定出国去吼，爱别伫国内旅游啦吼。啊，我的朋友诚侪安尼的人，是吼，啊，毋过即马是小可无共啊吼，情形是安尼，大家拢袂当走吼，所以本来要出国的钱吼，都开伫即马拢。倒来，有影。啊，若讲是近仔佫无迄个感觉，是，哦，一定爱去到外岛，哦，所以即马诶金门啦吼，平湖啦，哦马祖啦，即款所在是足侪人要坐飞机去，哦，像像讲一定爱过海关，过海关啊拖个行李箱，是，哦，啊刚刚安尼较有去出国的感觉啊，应该是讲本来。要出去的钱，基本上拢留伫国内。OK。哦，我是讲缩掉啊，哦缩掉啊。啊，本来无想要出去的，哦，啊都缩掉。啊，即马有人本来无想要出去佚佗，我讲本来是一般水准的吼。OK。消费水准的。啊，即马政府有补助啊。补助啊。哦啊，隔壁嘛阿伯嘛去啊吼。啊，阮隔壁吼，像嘛都去做伙烧酒，烧酒。是。所以我看即马即个情形甲。以前是无共啊，哦，应该看起来是应该是有效用，有效用啦，应该是有效用。过年甲过去啦吼，这个3冬来，这个蔡政府拢塞这个补助，然后咱看旧年也有这个暖冬的这个补助计划啦吼。啊，毋过真正可能即回受到这个疫情影响，但是某一寡现象先出现啊，是啥物现象呢？就是讲过去这个正月。甲这个6月这个之间吼，这个人客数真正有够低，但是咱的这台湾疫情守好甲真好，但是颠倒伫遮。哦，大家这个房间也起价少啦，机票也起价少啦，啊，对消费者要安怎这个准则咧？哦，像这个部分来讲吼，阮伫个专门咧经营外岛旅游的部分哦，其实这是一个真困难的一件代志哦。不管是伫个外岛、离岛的部分，还是本岛的部分，我想讲我共款吼。因为政府伫个这个时阵哦，这个时阵正是放假的时阵，对昨开始嘛，开始放暑假嘛。啊，对这个时阵开始的话，这2天的团出去，大家拢是。阮业者拢咧惊啦，拢咧惊，安怎惊？因为阮嘛有接一寡自由行的人嘛，自由行的人，伊可能就需要奥多拜，啊不需要车。啊，你这个时阵出去了后，可能是规个平湖，啊无规个马祖，奥多拜拢用了，都无车的状况。是，对，啊无就导游的部分是无够的。啊，就是爱安尼跳来跳去，啊，佮有巴士的部分、游览车的部分，伫个调度方面嘛是真恐怖哦。啊。最上严重的就是房的部分，房间的部分，因为大家就伫这个时间出去，啊，伫个房间的部分的话，外岛毕竟是外岛，伊的容纳空间是有限的，啊，伫个这个情形之下，大家做一个斗阵出去了后，外岛的接纳量其实无遐悬，啊，无遐悬，大家就可能住无饭店，啊，所以，即便你即摆是航空公司的飞机一直开。啊，机位一直
放大。较早是细只这个飞行机，就是改大台啊。较早是72人坐的，啊，即马拢是180人坐的，但是房间无够。房间无够，这是一个真现实的问题。啊，所以讲有的业者就开始讲啊，我坐游轮。OK， 对，坐游轮啊，不过这嘛是另外一个问题，爱想的来讲，坐游轮你要安怎去甲岛上去做观光？ OK， 一台游轮千几个人，啊，你伫个决定爱摆偌久？就这种是演变出来，伫个这个时阵所出现的一寡问题。是，安尼。有影啦吼，所以这个国内旅游虽然咱讲吼人数真济，亲像这个离岛朋友人客，但是政府啊吼，嘛爱想讲啊，这个限量吼，真正量我无法度接好济啦吼。这个虽然有这人客，但是真正袂堪哩啦吼。咱嘛来看讲吼，其实咱咧做的时阵，过去伫疫情期间啦吼，迄当阵哦朋友。这个4990块，佫会当带互你5000的这个饭店，即阵无啊吼。但是咱嘛讲，迄当阵对旅行业者来讲，真正是硬动吼。尤其这个是对小型啊，是讲中型这旅行社，又佫较歹动。对，啊，咱今仔来讲，今仔安全旅游这个看到讲，这个从过年进前1月份开始，甲一直甲冻到5月份、6月份要开始啊。这半年期间，你甲看有足侪咱的国内旅游，本来要算国外袂当出去。是。好啊，国内咧，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唔敢走。好，咱就讲咱的咱的疾病管制署，咱的疫情控制了就好。好，所以讲开始会当旅游你甲看。咱总共哦，因为按照正常来讲，咱全台湾是有4000几间的旅行社。总共有8成你做国外旅游的。OK。有2成本就你做国内旅游的。啊，即摆香港袂当出去时，这8成咧开始要做国内旅游时阵，哇，这个现象啊，大景小景开始恶白好啦。拢咧变啊！嘿，我定来讲，啊，即个疫情安尼你落安心旅游，咱交通部观光局提出安心旅游，对咱的旅行社有帮助。你有趁到钱无？照你讲，咱旅行社上凄惨。啊，有趁到钱无？甲大家讲，真个有限啦。啊，我来讲，啊，毋是甲恁补助啊，个安怎讲有限？有一个现象，国内旅游的方式哦，甲一般咱的国外旅游无共款。你国内旅游你言语袂通，交通袂通，你甲拢爱去㗎，拢爱要求旅行社帮助旅行社咧斗相共。啊，即马过来我要宜兰，我咧找你旅行社，我家车驶就到位啊。我花恁火车票拍者，去到遐客人车左前，我嘛使4个到位。啊，无就家开车出马家通啊家过来啦。咱的离岛哦，澎湖、马祖、金门哦，这3个离岛大联盟，尤其咱的马祖哦，从来毋捌看过马祖遮厉害啦。因为吼，咱讲马祖，因摆去算马祖吼，还佫送关岛。是。吼，算马祖岛佫送关岛，啊嘛天气2摆咧，卡无飞行机无飞，就去关马祖佫关3工。是。啊，所以讲马祖迄当阵的时阵，马祖尤其。迄落2、3月时阵，即个要看迄个大海蓝眼泪，啊有一个现象，大家讲钱要遐去，即马疫情到延后了后，哇，马祖到拄啊规个行起来，坐船哦，坐到规大家飞行机，不管为南港进为北港进，好，我甲你讲，有闹飞行机坐，大家就跳起去啊，不管你有无，所以有一个现象讲，即个旅游杀来对毋对？是讲哦，这半年咱的旅游咱的台湾的民众关了伤久啊。有影啦，翕伤久啊。来透透的啊，无来行看看，无就一间间要，毋是看电视啊，无就你厝的2个小相，啊，毋敢喙烟插咧，安尼到喊到大家倒啊看看。自从讲咱的疫情好了，大家就爆发啦。有一个现象，当地你甲想，我3年无这1年嘛，甲这届安尼啊，卖了上好。你甲看，然后等下看咱的影片。哦，马祖安尼热喷喷，金门啊热喷喷，伊莫讲到澎湖，澎湖佫较热。我讲，不如我若有飞行机有船，我就坐去啊。啊，佫看，尤其吼，啊佫澎湖佫一个现象就是，每年哦4月甲6月，本来澎湖管政府4月甲6月花火节，即阵延签到这个7月。对，啊，伊讲这疫情无好对无？咱甲延个迄个延后。休热了吼。照你讲吼，平常时啊，就4月甲6月啊，因为澎湖的暑假你拢免甲烦恼，一定满。啊，因为4月甲6月，当尾即讲开始了后，那个迄个清明过了，这段是空期、空窗期。啊，怎？县政府就是用这花火节要补这些，即马甲这个疫情延后了后，哇！你甲看，澎湖雄雄到袂输，迄澎湖兵，遐好朋友都讲，你莫过来，你莫搁带人来啊！莫搁带来啊！阮这行啊根本钱袂过啊！什么张雨生因兜，什么外婆的澎湖湾的潘安邦因阿嬷因兜都全人。所以我咱个看，这疫情有对咱来讲消费有进步。OK。因为这个部分，咱讲尤其咱这消费观本啊，有一个现象，大家拢想讲抢这消费观。
对于咱的民众大概是利多。OK。吼，那有一个利多，有一个现象，袂当造林，我讲无要紧，你规个拢甲你包。我吼先，你袂当造林，你就无要紧，你就对你个贴一挂，我互你3000变4000，4000变5000。啊，我互你免你开较济。互你几粒倍的这个效益啦吼。所以讲这个效益，这个效益出来了后，咱做讲明仔早拄开始有一个现象，哇！我甲你讲，旅游绝对哦。不管你个人开，旅行社接的，绝对满满的，他多给满满是。有影啦吼，所以咱嘛来看讲，其实三杯羹甲这个安心旅游方案吼，第一段先来带大家看这个安心旅游方案是啥物啦吼，就是讲你若是本岛台湾吼，这个大家人逐间房间吼会当抵1000块啦吼，你离岛咧大家人佫会当加抵一摆佫1000块啦吼，所以等于2暗都会当抵2000块啦吼。过去这个暖冬的这个方案的时阵这个拜六礼拜是袂当使用啊，但是即阵平常时甲拜六礼拜拢会当来使用，真正是有较好啊啦吼，就是要鼓励大家先去佚佗啦吼。你若上网络去登录啦吼，去找一寡这个名单内底，佫甲观光局吼补助这个网站去申请啦吼，就会当来抵这个消费。另外咧，团体旅游的这个方案吼，伫本岛的行程，也是讲企业员工的这旅游吼，若是带讲星级的这个旅馆啊吼，3天2暝以上吼，大家人每日会当补助700块，但是这是补助予旅行社的啦吼，这个部分吼，等下咱卖讲到这个有一寡乱象啦吼，若是讲离岛的这个行程吼是补助1200块，另外咧嘛有这个观光巴士的这个部分吼。2个人做伙吼，一个人免钱哈，无限制这个你要去几摆咱嘛讲游乐园的这个部分哦，19岁以下吼，22间伫咧休热的这个期间吼，拢会当做伙去佚佗，唔免钱哦吼。另外就是讲这个三杯羹，咱爱有看到伊的这个效益伫咧吼，所以三杯羹直接你会当去到来做使用大家关市拢要拼这个效益啊吼。咱看到这个桃园市伫夜市啊。做观光、做旅游，市民你都会当吼享受到这个效益伫吼。咱讲吼，伫夜市食咧200块变400块的这个夜市券，也是讲伫200块的这进行券内底，你会当去这个合作的观光这个观光工厂吼去买这个300块的这个专区的这个商品吼。台中呢，伊嘛有这个吼买物件这个这块啦吼，就是讲吼台中消费累积500块，你就会当去有抽奖的这个机会哦。上悬的这个奖品是啥呢？就是讲吼。这个豪宅一户啦吼，另外高雄嘛咧塞这个 Carnival 的这个消费券啦，讲嘛是满500块并发票，你就会当来参加抽奖啦吼。上济吼嘛是会当吼伫咧大的这个部分，逐房会当200块的这个抵用券。另外咧平咱讲这个花火节这个期间吼，3杯券，这个互你搁 double， 搁再 double 啦吼，3杯券你若是订这个8500块的这个行程，这个团费。直接甲你抵4000块啦吼，所以咱讲遮济安心旅游也好，三杯羹也好，真正先带大家去佚佗一下吼。首先，咱要带大家去马祖先聊聊咧，先做来看。马祖的行政区是连江县，甲金门县是中华民国军事管制上久的县市。台湾本岛1987年改严，马祖一直到1993年。才解除战地政务开放县长民选，有人讲马祖是全世界军事据点上密的所在，敢若南竿一个岛就有95个军事据点。即寡过去的军事据点，即卖煞变做是观光特色。我们会觉得说，战地文化是马祖在冷战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然后马祖也可以被视为世界3大的冷战热点。在冷战时期有柏林围墙，有南北韩之间的板门店。那在金门跟马祖，这是我们的离岛地区。那在4乡5岛，南竿、北竿、莒光、东引，其实处处也可以见到这些战地遗留下来的痕迹。当初为什么要在这么的严峻的环境下，特别动员那么多的兵力，打造一个那么壮观军事据点，只为了摆设一个炮？只为了防守这边的海岸线，那这个打造过程中有牺牲、有血、有汗，然后有困难的地方、艰苦的地方，这些人的牺牲到底是为了什么？当初的牺牲是值得的吗？然后当初的牺牲是对的吗？是好的吗？当初国家真的是好的吗？我觉得大家可以从中思考，
去进一步行使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来马祖佚佗，除了一定会去的南竿、北竿，阁有一个真趣味的所在，就是为北竿坐船去差不多10分钟的大坵岛。大坵岛过去嘛是军事基地，即摆是无人岛。敢若有一个互人笑讲是岛主的民俗头家咧住。大坵岛过去放饲足侪花鹿，即摆若伫岛上行搭，拢会有花鹿来讨食，袂输是日本的奈良。大坵现在是一个几乎是无人岛。现在只有1个住户，对，然后它过去以梅花鹿而闻名。那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岛，在北竿隔壁，大概可以绕半小时，走路半小时就可以走完。梅花鹿过去，最早期是国军用来养殖的战备存粮，但其实也一直没有实际使用。梅花鹿从一开始野放的10几只，变到200多只，其实繁衍的非常的快。这的特色就是风景好。再来，岛上有野生的梅花鹿嘛。晚上你3至6就是欣赏马祖的蓝眼泪啊。哦，下水啊，过来，在现在开始这个季节开始，后来那边的铁尖中岛会有凤头燕鸥，保育类的那个鸟类啊，所以这是很好的旅游景点啊。由过去戒备森严的军事重地，到今仔日的旅游胜地。马祖背后有台湾甲中国一间特殊的历史背景。若是有来马祖，除了看水间啊画的古厝甲海景，嘛会当去即寡画已经改做册店、hostel 的军事据点。拼经济振兴国旅的时阵，嘛思考台湾特殊的国际地位甲历史，思考咱的未来。记者施汉俊、林坤明综合报道。马祖真正介好耍吼，过去我嘛有去过，真正是这个落甲敢若亲像这个日本那拉共款啦吼。啊，毋过咱讲吼，即阵无法度去那拉，咱就来去这个咱讲马祖遮吼大区来去看落甲啦吼。啊，其实咱嘛来看讲，其实马祖吼过去真正都是真侪人吼，尤其拢讲烧啥物烧蓝色的目屎。吼，烧这个大区的这个鹿仔，啊，佫有真济吼，亲像讲啊，头拄咱看到这个啊军事的这个阵地也好啦，还是讲啊伊的酒嘛真出名吼。其实马祖过去真正迄当阵飞行机票都介无好订啊吼，尤其即阵咱讲疫情大爆发以后，放较好了后，颠倒是国内旅游大爆发，马祖嘛是大家吼考量的一个所在。对，因为咱讲哦，日岛哦，今年马祖是特别夯啦。讲进前咱还未有疫情，疫情进前吼，咱来马祖有一个现象，拢讲惊讲要去看咱现在战地的政务，迄个规市设施，看无，伊讲大嘛无比金门较大。啊，讲防空呢，佫较特别。啊，讲到咱讲无马祖有啥物特色？啊，甲金门差不多，咱马祖佫比金门较小。啊，逐个咱要去马祖，就是加迄个蓝眼泪。OK。啊，佫一个较特别，马祖因为南竿、北竿、东引，吼，啊，有即个所在，因为伊的烧酒哦，伊的高粱酒，甲金门的无共。所以咱有一个现象，大家讲哦，八八坑道，马祖的八八坑道，哇，去甲东引伊的高粱酒，有甲金门较好啉。有啦，金门的高粱酒哦，咱是讲世界有名，但是马祖你要当马祖迄个高粱酒嘛袂输哦金门啦。可能是这个水质的关系啦吼。啊，佮哦，你食食的无共。OK。咱有一个，咱离马祖有一个现象，迄黄鱼，野生的黄鱼，你知影野生的黄鱼，即卖了着野生的黄鱼，一尾哦，拢4、5万块。哦。大票4、5万块，因为对咱愈来愈少，但是因摆咱上侪你食，拢是为马祖东引迄边掠倒来黄鱼，迄黄鱼哦。咱讲会晓料理的就好，啊，袂晓料理咱个看门道。黄鱼顶头头壳哦，有一个新型的迄落石头啊，骨骼。我讲咱咧食黄鱼，人讲啊，你食黄鱼，看你头壳掰开啊，有一个新形时，会分做2边。吼，你若查甫朋友、查甫朋友，还是翁仔某，一人摕一边，我甲你讲个，摕咧做手指，我敢袂输，合起来就是一个爱心的模式。我讲，好马祖，佮迄个鱼啊，佮变做一个爱心的指导。黄鱼甲这当地的所在上济。那虽然讲到马祖咧，讲咱对战地政务，其实讲咱个佚佗看看也无啥。我讲马祖是咱个钓鱼啊、海钓、做基钓上爱所在，连日本人拢爱走来咱遮这边钓石雕，来甲马祖钓鱼啊。所以讲咱马祖讲细细，你莫看咧，无点细细啊，你若甲算起来，你3工2暝算袂煞呢。讲这个亲像甲内湖差不多
差不多大啦吼，但是伊的这个丰富度比咱台北市还佫较好耍吼，边啊啦吼。不过咱嘛要来讲到，其实咱讲到离岛的部分，大家咱头拄嘛讲到，这个花火节伫咧平哦吼，即阵是延迁甲这个咱讲7月初6开始要甲9月啦吼，啊，这个时阵真正，咱头拄啊这个导游嘛讲啊，真正遐当地讲莫阁来啊啦吼，莫阁来啊吼，啊，但是真侪人也是想要去啦吼，咱即马嘛带大家来平湖一撮，做来看。坐伫飞轮机顶头，咱要来去平湖佚佗咯。平湖壮观是由平湖群岛组成，四面环海，天气热热热。黄金色的海平，青色的海水，这是离马公机场无偌远，乌西乡的爱门海平，是平湖上大的海平。毋但当讲排球，阁有侪侪水上活动。那我们项目就分3种，一种是8合1，再来就是透明独木舟跟 SUP 立桨。那8合1的部分，我们总共船艇有6个，然后第7项是水上摩托车，那教练会骑水上摩托车载着你。那第8项的话，我们会有浮潜船，浮潜船会开进来，然后载着你出去。我们已经空出一个地方让大家浮潜，因为夏天就想玩水上活动，所以我们就也特别挑这种就是海边的。同款伫乌西乡的，阁有龟饼山第1公园。记者即马所踮的所在是龟饼山第1公园，伊的山壁若亲像一只曝咧大只乌龟，所以当地人拢叫伊号做龟饼山。伫伊的边仔咧是即马上清的翕相地点，退潮的时阵会出现步道甲赤树相连，就亲像圣经内底讲的摩西分海。虽然会当对中央行过，毋过在地导游嘛呼吁，千万毋通伫插红旗的时阵行落去，是非常危险的代志。伫咧退潮的时阵，人会当对遮行过。那当然这是爱因应逐工的潮湿啦，尤其红旗的时阵，就是拢尽量莫阁落去啊，因为这已经关系到咱这个潮湿已经这水伫淹啊这样满潮的要涨潮的情况。伫咧过程当中，足侪真危险的状况发生，尤其是咱人搁行一到伫咧海中的时阵，这是非常危险。尤其阮当地居民嘛，敢讲这要安尼算嘛，毋通算到遮危险。平湖群岛是由90个岛屿组成的，互袂少游客选择跳岛旅游，毋若时间少，阁会当看风景。离开马景了后，咱线路要来到七美。来到七美，上有名的就是双心石湖，是平湖海边定定会看到掠鱼仔的设施。去海边的石湖，这嘛是阮平湖最重要一个智慧啊！较早无船的时阵，拢是用石湖咧掠鱼，伊是咱一家口的生活所以平湖的石湖早起是最重要的。平湖四面拢是海，嘛因为地质的关系，创造真侪美丽的风景。离开七美，坐船来到南洞。石头甲洞内的光线砸掉咧，光线对海石洞顶头的孔透出去，照着下骹的海面，透出清气的海水。四周围的玄武石条照着海水的蓝，所以叫做蓝洞。疫情的关系，平湖旅游嘛有受到影响。在地导游表示，疫情若有控制掉咧，平湖的7、8月份应该会比旧年较热闹。导游嘛提醒游客爱做好防疫措施，才会当安心来参观平湖四界的风景。记者林教育高中去综合报道。哇，看到真正使人想要去这个平湖耍一撮啦吼，但是爱提醒大家吼，这个风拍吼，真正做好势啦吼。咱的这个记者去吼，倒来吼，拢规身躯红的吼，啊，搁这个烫皮啦吼，真正吼嘛是真辛苦，但是嘛是爱提醒观众朋友吼，就是讲这个风拍的这措施一定要做好势。啊，尤其咱嘛讲是即阵是后疫情时代，这个疫情期间咱所做的吼，挂嘴掩啥吼，所有这个物件拢是爱做较够。尤其你要去平湖食食冰一下，也是吼食食好料的，这个嘛是爱事先吼先这个洗手啦吼。不过咱讲到这个离岛，咱头拄讲到马祖啊，讲到这个平湖啊，啊其实吼其他的这个离岛，咱嘛袂当甲放袂记的吼。但是这个机会还阁有无？咱继续请协理。即马目前来讲吼，上严重的机位的问题，就台湾马祖机位问题上严重哦。你若讲平湖的话，平湖甲金门的机位应该是还阁有绰绰有余啦。其实讲即个疫情恢复了后，几个旅游市场上严重的，毋是飞机的问题，是房的问题。飞机大概有，房的旅行社少，所以讲
伫阮这边开始伫个4、5月时阵就超前部署啊，就一定爱甲房拢甲压落来，无你即马是有机会嘛无当卖哦。啊，咱若讲到其他的离岛，比如讲绿岛，比如讲兰屿，比如讲小琉球，啊，这嘛是共款啊。咱讲小琉球好啊，小琉球前几工啊咧包括咱一个连续假期的时阵，对，一工拢万几个人，哇！啊，一个岛遐细着万几个人，你旅游品质可能是爱思考的一个部分啊。啊，我是感觉讲绿岛甲兰屿嘛是共款，兰屿即马房嘛真欠。我昨日昨暗才咧看一个人的来互我，兰屿的饭店大的部分8月份敢若剩2、3天有房尔。8月份敢若剩2、3天。嘿对。尤其是伫个绿岛的时阵，绿岛嘛是啊，伫个假日的时阵，拜六、拜日、礼拜六、礼拜日的时阵，房拢是差不多啊。然后即摆拢爱做平常时的拜一甲拜四安尼，对啊。啊，所以讲其实不管是离岛也好，本岛也好吼，即摆其实咱本岛伫个台东即个部分，咱即摆有热气球嘛。OK。对，热气球嘛是嘿，今年的一个真大的重点啊，因为热气球今年是10周年啦。是。啊，10周年其实嘛是真侪咱观众朋友啊，真侪消费者爱去朝圣一下安尼啦吼。啊，若讲到绿岛还是南屿的部分的话。上大宗的也是坐船啊。OK。对，啊，你若讲要坐飞机去绿岛甲南屿，你都要去台东飞一下吼。嘿，这飞机机型10几个人坐飞机机型，对，真世代。所以讲，大部分的人，你会使对台东坐船过去，嘛会使对垦丁这边坐船过去，安尼。有影啦吼，所以这个交通的部分，目前看起来也佫有这个机会，但是都是讲吼，上大的问题就是大的问题吼。过去这个2礼拜我要去出差，真正嘛是这个一房吼，拢订无啦吼，拢去叫人这个村的啦吼。其实咱头拄讲到这个离岛观光的这个特色啦吼，咱嘛看到讲啊，兰屿也好，金门也好，小琉球拢有伊的这个特色，但是咱讲即阵是人是差啦，但是。嘛是爱甲观众朋友小解讲，这个岛对伊好耍吼，咱来看讲吼，这个海岸这个景观啊，实在是真正好啦吼。尤其是咱讲这个绿岛遮，佫有这个海底温泉。啊，另外咧，若是讲吼，遮要去畅水味，嘛是真有特色的这个体验哦。咱嘛看到讲啊，另外这个部分是兰屿啦吼，遮都有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族群的这个部落伫咧。另外咧，嘛是讲哦，这个有真好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部落。另外银河也好啦，看星也好，拢是真好的这个选择。另外咧，则佫有这个兰屿的这个暗光鸟。另外，咱要来带大家来到金门，遮有啥咧？就是咱讲过去啦吼，守护的这个守护神啦吼，风师爷啦吼。另外，咱嘛讲到遮战地这个部分吼，遗迹嘛是有够侪。另外咧嘛，讲有特色的这个文化柜啊，讲音乐节啦吼，暗会嘛是真趣味。另外咧，这个金门遮吼，佫有真侪好食的这个小食物啊啦吼，亲像伊这蚵仔煎啦吼，甲过去咱讲台湾的这蚵仔煎。有影无共款吼，伊是较细米的这个部分。另外咧，伊嘛遮吼有推这个古早的这个面茶，然后拢是大家当去试去参考的。另外伫小琉球遮，咱讲吼，顶礼拜看吼，规万人拢集伫遮啦吼。啊，遮有这个崩坑也好啦，还是讲吼海龟嘛真侪啦吼。啊，海水全年的这个平均的这个温度拢是25度啦吼。就连这个寒人的时阵，拢真适合来畅水味甲耍水啦吼。所以咱讲这个休热的时间。其实旅游是大爆发吼，但是咱嘛望讲这个大爆发会当继续来甲这个年底也好，明年也好啦吼，也是讲这个尾手，咱会当看到讲国内旅游会当遐尔兴，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国内旅游的品质爱提升。过去咱嘛看到真侪报道，伫咧垦丁遐吼，卤味吼，一个甲你卖到300啦吼，你腌2项就甲你卖300-400，啊，就是讲吼，你去买一个这个夜市的这个水果啦吼，嘛是甲你压价绍。国内旅游品质怎样来提升咧？是这国内旅游吼，长期以来吼，拢有足侪诟病啊吼，问题介侪。遮尔长久来讲吼。即马趁即摆的机会吼，我看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吼，因为资金资源拢留啊，留伫遮。即马较早无人要去的所在，较早无人去开时间去看的所在吼，即马都较有人去啊。县市政府即马嘛摕到钱，吼，会当做较好的规划。OK， 吼，啊，常常有较好的计划吼，去带入较好的资源吼。
啊，即马安尼情形，就甲在地的文化、在地的特色，在地诶各种不同的文化部分啊、生态部分啊，吼，啊，佫有就较深度的了解的物件吼，拢伫即摆较有机会吼。OK。呈现出来，提升出来。我想哦，即摆会当看得出来吼，政府即摆资源加资金吼，真正有开落。OK。吼，啊，业者嘛想要甲提升家己的品质。嘿，啊，即摆我想讲三方面吼，政府啦、业者啦、甲旅游者吼，拢即摆趁即摆机会，应该是会当甲即个旅游的品质吼，甲一个规划吼，规章甲它做好。规章来甲做好起来，整体爱提升对，系啊，升级吼，啊，甲优质化，啊，趁即摆会当转型。OK，登骨一个。对，那个2.0、3.0安尼起吼。我想安尼看起来是有一个长化来看是有一个效益啦吼。不过咱嘛讲吼，这个政府可能遮有补助，但是即阵吼乱象又过来啊，这个民众真够比计较吼，我就去看遮的吼。啊，政府就互你补助吼，你讲团客一工互你700，啊3工2暝安尼2100，计数好无？其实哦，咱讲拍牌旅行社的哦，毋是疫情，是行情啊。是行情啊。对，啊有一个现象，咱即马当的政府就讲，你自由行的补助1000，啊你团体再补助700，一工补助700这1000，叫人民众看到，那自由行，我家开车，佫忝，啊，我无我来参加旅行社的，你人人 A 旅行社人讲伊有退700，你有退无？你无退，你无退，我无要参加你，以后参加别人。人这是补助旅行社，即摆人家一套了啊，为着要做生意，无我700嘛吞落啦，无变啦。只要有一个现象变到你，咱还有一个现象就讲，咱的旅游部分咱头有讲了问题足济。问题变到足济，因为咱变到多头马车，你公地点是国家公风景区，有诶是像讲泰鲁阁国家风景区，伊属毋是属于观光局，伊是属于咱迄个迄个营建署的。OK。啊，有诶是观光局你局诶，啊，你若讲啊，像咱讲。迄个来甲垦丁，路米卖到一盘卖到300块，到底是啥物情？啊，这为这啥物去管？佮公平交易委员会去管，佮那个环保那个什么那个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去管这个物件。变到多头马车，等我这个在讲去数据的时阵，我来甲垦丁买了一碗路米300块，要去讲的时阵分起啊，到底是啥物去食 ？OK。啊，这唔知相关的，这是属于咱讲的公共局管的，还是要属于交通部管的，还是属于营建署管，还是属于社当地你就咱讲迄个自治会就去管。OK。你无法度迄落，啊有一个现状，3年无趁钱，今年是即届有啊，我是一直要甲趁，都造成一个现象，大概。计小拢价，啊！我平常时就了钱，我平常时也了钱，我即个趁钱敢袂使。啊，我无趁这时要趁当时。这市场就是啊，倒有一个现象啊，咱即马有一个现象，啊，即马社群软体较济啊，即马讲啊，我甲你来拍去 ，FB 甲讲啊，你咧甲你互评，念伊就纠纷就来啊。啊，大家就开始看，因为即马现象，可能逐汉的人咧看电视，咱看摕着手机啊，看直播哦，即个讲你也歹，即个网红讲无好食，咱就莫去食，啊，即个讲好食，咱就来去食，结果。个人的口碑，啊，有诶讲，人这个只摕互迄个做业配呢，又摕钱哦写文章呢，啊，食起来嘛是差不多。这个现象的时阵，免来去管，就是咱家己佚佗人诶，你要去旅游诶人哦，咱来家己素质爱提高。OK。你唔好讲，啊，你知影你无好食，你食咧，你共买了，人家就甲你讲明啊，讲啊，我落遮贵，啊，你食了你也再甲讲，我甲你写较贵。啊，这就都做这个，有这现象，因为市场哦，市场的对，市场的部分，咱讲市价差不多啊，偌济钱了差不多，咱看到网络的，互你一个互你一个讲参考啊，尔啦。你袂使甲当做伊是真的。那今仔讲我即马就讲啊，我即马像咱的三倍券，啊有诶像阮旅行社讲啊，我旅行社补助你700块，你拢总一个经旅行社35团啊尔。
我分去啊，像大间旅行社，我一工就无去啊，365团补助就无去啊。啊，你像咱，像像讲细间，我迄落这个会使算到9月10月呢。OK。啊，若较较细间会使算到12月底呢。啊，问题现象你即马讲啊，我补助无啊。OK。啊，你著补助无啊，咱的即摆有一个现象讲。拢强调那个 CP 值啦，啊，我就100块哦，我开100块要得了1000块的，迄个体验呢？对对对，啊，迄这个现象哦，变到讲大讲，啊，要到生到100块要变1000块，啊，咱讲就早辈咱这政府咱讲的，无算呀，摕1000块你变3000，这个感觉讲，2000块政府甲你付，无毋对，啊，问题是咱佚佗人，你袂使讲，我这3000要变9000要变1万。这个部分哦，咱来小富过，佚佗的物件一定有伊个送你的是送你，但是该开哦还是爱开啦。有影啦吼，该开嘛是爱来开啦吼，就是讲这个国人，这个消费者，这家己心理吼，这个素质嘛要来改变提升啊。虽然咱讲国内旅游有伊的问题，但是咱国人的素质嘛有问题吼，嘛才有这个纠纷出来啦吼。咱嘛搁来带大家先看讲吼，咱所经历的这个6点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讲有的这个风景区啦吼，真正欠这个人数这个管制甲规划啦吼，嘛有拄到啥物咧，就是咱讲的这个航班的这个部分较无足啦吼，就是讲有的这个景点吼，拢是政府咧补助长期吼投资升级的这个服务能力较无足啦吼。另外咧景点吼，你若是去三峡啦吼，还是讲去这个深坑啦吼，大家这个老家拢生做要讲啦吼，还是你细啊时啊。自台北西到台南吼，西到高雄去，拢是生做要讲啦吼。有的这个介绍吼，是在这个店家咧花的吼。另外就是讲国内这个大这个部分，真正是较贵啦吼。所以咱讲有当时啊，因为今年是无法度出国但是咱头拄讲的这个离岛的部分，澎湖也好，马祖也好，大家要去耍水的有的人就先飞去这个 Okinawa， 因为过去这个咱讲吼较俗的这个航空公司，也有的时阵，也有飞的时阵，大家吼比一个。台湾的大伤贵啦吼，食食可以去用安尼抬价少啦吼，拄着即款的这个现象，这个应该是讲，毋是咱这个国内素质的问题啊，是这个国内大的这个问题啊，还是讲国内有的这个整体安怎去提升，才会当留条的，无讲今年这个疫情过啊，明年大家拢个往国外开始走啊。其实这个问题真深吼，因为。每一个业者因拢有家己的想法啦。咱讲伫咧平湖，即摆即个时阵，有的业者有的做旅馆的，本身就要压关，伊讲即个疫情可能12年嘛无讲即个状况啊，大家爆发啊，大家就伫咧暑假的部分，佮挂发好一个部分，大家拢一直过来嘛。我即个时阵无要谈，无啥物时阵要谈，明年可能无即个状况啊。其实阮咧烦恼的是讲，你业者安尼。价小抬到遮尔悬着，那疫情若过了后咧，对吧？明年要安怎？明年大家会当出国啊？你价小要搁安尼，人就无爱转啊。无怪咱国内定去用嫌讲，是安怎咱算国内算到遐贵着？对。我是感觉讲，大家爱有一个共识啦，就是讲，虽然讲这是一个机会财，不过咱嘛唔通讲。杀鸡取卵这种概念啊，对啊。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讲，政府即届补助正常来讲，伊较早伫咧淡季的部分的补助是，甲他补助平日尔。对。礼拜六、礼拜日无咧补助。虽然讲这是政府一个好意啊，因为咱真侪劳工朋友可能甲咱拜六会当休嘛。不过这牵涉到牵涉到一个概念，就是讲，我若伫咧礼拜六、礼拜日，我嘛甲你叫补助落去，你其实观光是袂当分流，你人数没有办法分流，人数的控管就出问题啊。对，你人数控管有问题，你去到即个佚佗的所在，品质就一定歹。比如讲，我遮对澎湖转来尔，去到街仔路搭车，买一个葱仔饼，买一个蚵仔煎，排队要排半点钟以上。对，我买一个仙草冰。共款是爱摆的日头遐尼大，是足晒的哦。有影。对啊，这是，咱若讲咱要长期来发展一个观光，咱伫政策方面的话，应该是爱实际去做到分流，人数分流。对，嘛是爱一寡爱去规范着咱这个业者，可能讲咱价小会当安怎控制？是。因为阮进前咧做一寡政府的案的时阵，政府嘛是讲，你即摆起价我是安怎，那就互你补助。对吧？这嘛是政府的声音啦。有一寡政府会安尼讲，你
起价悬着，我互你补助要创啥？对啊，所以讲，我感觉这是一个大观念的问题啦。旅客本身的观念爱变，业者本身的观念嘛是爱变。我感觉这是拢长期爱去沟通啦，无我跟他趁几年，我嘛年敢免谈。有影啦吼，就是咱讲的，政府吼，你这个分流你无做好势，大家拢是卡伫遐啦吼，所以这个观光品质就歹。另外就是讲吼，你个旅客这个观念，咱讲吼爱拼这个回头率啦吼，咱讲是安怎有的人是遐尔爱去日本，一年就当去几粒届，但是这回疫情无法度去，但是为什么伊会当互你有一个点吼，甲你吸掉掉，亲像这个吸石共款啦吼。所以咱讲台湾真正唔通讲头拄讲吼，大家来这个扣能啊、储能啦吼，所以这个部分这个业者嘛爱真正去思考落去，回头率吼，真正今年去，我明年要搁去，这都是咱这个台湾观光爱去拼的这个所在啦吼。所以咱头拄也冇讲到政府的这个部分，这回这个政策的关系，平日哦甲礼拜时拢会当去，但是咱嘛看到过去年假期间，这个交通部讲吼，大家都爱做一个较巧的这个消费者，也是讲旅游者吼，但是咱看这个。磅空内底拢是车，大家要去，都要搭30几点钟，有的人这个咱看，这年假期间安尼，即阵歇热咧，搁较恐怖，这个交通部敢无责任？即摆的年假吼，我登去扫墓，是，结果我为台北塞车登去，我塞3点钟左右啊，本来40分钟的车程吼，我登去龙潭，到龙潭了，行这个3号啦吼，我6點幾啊，6點半我就出門啊，去到遐9點半，是，差一點就我都排掉，還袂赴吼，所以講交通的問題真正是介嚴重啦，這個是變怎講？出去耍的人一定要出去。OK。好要坐車，還是要塞車，是一定要出去的。這個流量若講無規劃，無甲控管吼，我即擺看起來嘛是這困難啦。OK。足困難的，就是要遮爾濟人，就要同時間要出去吼。是。你的路途遐大條，大家攏要出去，同時間。較早有講，暗時12點以後是高層，毋是高層財。12點以後是有免收，對，就是免這個收費啦，免收費。是。即擺看起來，敢若攏共款，攏有咧收費。OK。好，所以我想無分流吼，無甲這個交通分流，時間大家攏去做伙。是。所以這個交通的擁塞問題是真正介大，影響真大啦。塞車嘿。所以這個政府應該是責無旁貸吼，這應該是規劃，到有。這種超前去部署這個計劃應該愛做，應該繼續做。有影吼，所以咱看到這個政府啦吼，就是講分流這個措施，雖然你有這個好意，鼓勵大家去佚佗，但是這個分流的措施若是做無好勢，大家其實會開始罵啦吼。所以這個部分政府嘛是愛繼續來去思考啦吼。這嘛有整理到一個吼，這是這個旅遊網站來去做一寡這個統計啦吼，就是講台灣人上愛去到咧4點鐘車程會當到的這個所在啦吼。另外吼，大家嘛是講吼5至8點鐘大家有要去佚佗的開車啦吼。但是這個部分差不多是1/5這個人數爾啦吼，大家想要較遠的這個所在，都會選擇坐飛機啦吼，這陣無法度坐飛機，就是去離島啦吼。另外就是講台灣人上愛行大就是戶外啦吼，但是這陣咱嘛講有的人真正是較夠開、較敢開，就是錢吼，這個帶好的飯店嘛是有這個趨勢佇咧啦吼。所以咱看到這個部分就是講4點鐘以內啦吼。所以大家會當開車去的，因為受到這個疫情的影響，為了無愛對大團的，這陣啥物上死行？這陣啥物上死行？9人左右款的，一車一個導遊的。這款的方式講，我著坐高鐵來甲，總講要阿里山，要去梅山佚佗。我即擺訂好，甲旅行社訂好了，你知影你坐高鐵，也袂去搭着車，來甲家己落車的時陣，司機導遊甲你接無好。2天1夜就甲帶你去阿里山，佫有掛導遊。這種9人座的這種司機甲導遊安排了上濟，有見不管你真正即擺花蓮、台東，金門、馬祖，攏專這款的。因為都這款的生理上好，個咱個即擺以咱北部來講，你北部阮家開車就講，像你2天1夜司馬庫斯，山路你叫咱一般，你起來賽車，你叫你賽山路，我你講，真忝頭呢。對，所以咱即擺講起來講，好咧這。
袂歹，但是有一个现象，咱头讲就讲，咱免去分流。OK。啊，有一个有时咱本来讲咱以前咱做旅行社的时阵讲，拜六礼拜假日。迄饭店的价钱较悬，较悬。啊，拜一到拜五拜四的时阵，这价钱较低。我即摆咯，拜六礼拜大家拢补助，拢共款来有一个现象。你只变到无分了，我啥物时阵去我就好啊。是。那有一个我当嘛紧拜六礼拜，大家拢无变啊，我拜六，所以讲一个现象，连续假期呐，休假的时阵一直塞车。OK。希望咱政府看着讲，无你就拜一到拜四，这个优惠的价格，让它再提升高一点，这个落差会比较大。那这样要有金差的对吧？我平常时啊，我就去算，我赚较济。OK。啊啦，假日之后歹势，我就时间较袂拄，你就开较济。拢补助啦，但是这个有金差的啦。对，你若白日市场，你分这分流啦，咱个大的分流啊，莫讲咱这车，咱即摆讲这连续假期过一个雪水，看了雪水我讲，甲平常时要去宜兰哦，大家都退，大家都头家己大，无咱就坐了巴士去好，坐巴士去100几块尔嘛到位。但是嘛，共款啦，嘛共我嘛踢了一条。那是要坐火车票买无？所以讲咱就有较有咱即摆个咱的消费者有一个现象，我要来花东，我要来台东，要来花莲，拢你想着普悠玛泰鲁阁好，真正歹买哦。你会使坐自强的无？会使嘛，对无？无你就坐到宜兰哦，搁搬迄个坐到罗东，搁搬迄个一般的迄个咱讲，迄个复兴的，这搁搬过嘛，搁1点钟啊尔。我讲嘛不会输给袂输哦，讲咱这泰鲁阁为台北去个，大家拢咧钱啊啦，普通车啦无人买，普通车较慢，袂较慢，伊车厝嘛济。但是咱就无想到讲，就要开较好，食较好，我就把较轻松啊，一回就到位啊，较价你嘛塞车。有影吼，较慢的来去做旅行啦，免一直要坐这个塔罗克还是讲普悠玛这个部分吼。其实我顶礼拜去花莲出差倒来，毋是坐普悠玛甲这个塔罗克啦吼，是坐这个复兴号。迄当阵吼，这个2点的这个时间拄好嘛是干那停一站福隆吼，到到上山啊吼，到到台北啊吼，其实这嘛是会当选择，尤其这个票佫俗啦吼。所以大家有当时啊，毋免拢去拼迄个上好的、上贵的，等到你是爱做一个吼，真正像迄个林家良讲的，爱做一个较聪明的、较巧的这个消费者，你的这个资讯爱去查吼，有的这个真正咧算这个铁道的吼，真正。因每一班车，也是讲每一个这个铁轨路吼，因拢真熟悉吼。小接的时间。小接的时间吼，所以你当家你的这个旅游安排佫较深度的吼。但是咱讲伫咧国内旅游有国内旅游这个困境，但是咱嘛毋忘讲吼，也当佫较互这个民众也好，还是讲政府咧这个做这个措施也好啦，拢会当佫较推塞啦吼。其实咱嘛要小解吼，这个坐这个私房景点啦，咱今日讲足济咱讲。这个离岛的部分啦吼，其实咱台湾也有真侪好耍的这个所在啦吼。其实吼，我嘛去真侪好耍的佚佗的这吼，这是这个家人吼，大家吼，这是亲像倒位，你无法度去这个咱讲意大利啦吼，去这个坐贡多拉啦吼，你买当去这个正滨渔港吼来去看一下这个彩虹屋啦吼。其实你若要是这是台北这个家人的部分吼，你家人开车真正近就会当到啊吼。毋过，咱嘛讲，你若要去较远的这个所在，这个倒位，这是花莲的这个玉里啦吼，因为这个出差关系去，花莲玉里即阵吼，拄好是这个稻挂了后，等待要布产的这个时阵啦吼，但是玉里即阵一房嘛是真歹订啦吼，你若要这个拜六是拜五拜六礼拜拢是订无啦吼。因为即摆7月时啊甲8月时阵，佫一个现象，是金针花山佫要开始。是9月时阵。所以讲玉里也是客满啊。客满啊所以你若无爱去玉里花东遮也是要去这个鹿野去看这个热气球嘛是会使啦吼。另外这个伫倒位去看猴真侪所在当看猴啦吼。叉山高雄嘛当去看猴啦吼，所以这个部分你嘛当去下底江水去哩做伙来啉水啦吼。后回咱嘛继续来介绍啦吼。另外我嘛有去倒位，咱讲这是倒位。彩虹吊桥。彩虹吊桥这是南投上新的伫6月时阵，伫咧这个端午这个休五日这个时阵连假期间，伊拄好开始但是这就是爱你上网络来去订啦吼，就是讲有这个人数的这个限制，就是讲咱过去这个控管的这个部分，但是你去哩伊先互你坐这个车。不爱互你这个车阵拢去哩啦所以这个停车场拢车去哩，再派这个接驳车互你上靠位啦但是要去哩遐，你搁爬一个，互你有这个
真好的这个爬山的这个体验吼，嘛去活动经过一下。上尾能够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啦吼，所以咱头拄讲到，这个离岛也好，大家要惊出国有迄个惊出国的这个感觉啦吼。但是咱讲上大的这个品质，咱嘛是爱顾。咱头拄讲到这个回头率的这个问题啦吼，就是讲爱甲咱这个国内旅游挽好调，唔通干那趁这个咱讲疫情的这个财尔啦吼。继续咱要来趁什么财咧？我看吼，这个在地深度。在地深度，在地甲深度，啊，本来较早人是拢出国去吼，所以无时间留伫一个小所在，开停留较久咧。嘿，啊，即马时间较有啊，袂当走嘛。吼，本来台湾哦，四界走，拢安尼哦，坐落来食一拢温导游温就走啦吼。是。啊，即马是趁即摆的机会，会当做较深度的吼，会做点的。OK。吼。啊，时间开较济，啊，毋过体验都爱有深度。OK。吼，文化的啦，吼，生态是，吼，各种美食，吼，台湾人都上爱这个部分吼。啊，长期来看，哦，若讲安尼做落吼，即摆趁即摆的机会，咱做了有好，吼，回头率就来啊。有影，这个回头率吼，过来广告啦吼，广告这边啦吼，真正就是咱讲，这个疫情期间，咱拄好等到这个吼。疫情大爆发，但是即阵是国内旅游大爆发吼。趁即回，咱看咱的这个国内旅游会当做一届来登过一个嘛，希望吼咱的这个旅游品质会当拿来就好。也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多谢，感谢，谢谢，谢谢。